快点快点。好，搬过来，哎，放那边，这边摆这边。来，赶快赶快。好，放这边。王爷，王爷，臣妾不知道您进来。我看你弹琴弹得入神，不敢打搅你。臣妾失态了。跟我来。各位兄弟，此次的行动是由我和供奉官都知赵匡胤大人担任两队的指挥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此次前往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扰乱唐军水师的军心，给他们的将士制造恐慌。各队只带各自的人马，负责提2个唐国水师的人头回来，只许成功，不得失败。是。军令如山，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现在各自分头行动，把东西都藏起来。是。匡胤，大哥，这张地图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有没有问题？没什么问题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多谢你让我来参与这次行动。好，我是想让你多加力量。还有，这次行动完成后，我心中还有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，想顺便做个了结。大哥，你要去看他？我早跟他说过了，如果我日后有成，定会亲自去向他道谢的，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人。我想去见一见他，虽然我现在也不算有什么大成就，不过既然到了这里，就想让他知道，我并没有混日子。大哥，那你去吧，这事儿只有我们兄弟2人知道。王爷，您这是？我知道你喜欢花，也喜欢闻花香，所以我要让你在群花之间吃一顿不一样的晚膳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只是太奢靡了。不奢靡，这些花都是从花园里面搬来的，我只是花了一点巧思而已。只是现在江北在打仗，你我2人却在此赏花。不提这些了，今晚就你我2人，陪我好吗？你听好，你们2个带人从那边潜入。匡胤，你带人从这边进去。好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我们现在就分头行事，好吧？走，走。
快！我说过讨厌征战，因为征战不过是一些野心之人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找的借口。可因为这些借口，让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别人卖命或者滥杀生命，那都是残忍不仁的事情。就像王爷所言，如果每个人都能想到王爷这一层的话，那这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残酷的杀戮了。国家大事，我是管不了。而我呢，就只能喝酒。来，陪我喝杯酒。臣妾只是担心，覆巢之下无完卵。要真到了那一步，任何人也无能为力。有人能文，有人能武，文武全才毕竟是少数啊。他们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。怎么了？莫非你有其他想法？世事难料，事情要真的发生的话，不强求，不退却就是了。说得好，每个人各有所长，各有所好。我就是不喜欢打打杀杀。我希望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平和安生的过快乐的日子。我懂，王爷，你有颗人心啊！来，王爷，我敬你。来，今晚就让我们敞开心胸，痛快的喝。都侯大人，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太好了，你们快赶到集合点去，跟其他人会合。是，走去吧。郑王府在唐朝皇宫附近，应该这个方向了。启禀都尉侯大人，楚昭府他们几个兄弟被唐兵困住了。王爷，您对娥皇的心思，娥皇点滴记在心头。臣妾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，您对臣妾的好，臣妾一直铭记在心。哎，别喝这么急，容易醉的。醉了好啊，臣妾从来都没醉过。醉的感觉，好像一个人轻飘飘的，好像在飞一样。红日已高3丈头，金炉此地天相守。红巾地虽不周，佳人晚妆初过，金钗沉檀轻注谢儿歌。大哥怎么去这么久？该不会在郑王府遇到麻烦了吧？郑武，在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在这等着，小心戒备。我去找都尉侯大人。是。
王爷，您得老天的眷宠，天纵文采，而臣妾得您的眷宠，深得您的爱。您方才的词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女人喝醉酒了，也可以是一种风情。是他，他就是周文皇。晚妆初过，沉檀轻柱歇而歌。向人微露丁香柯，一曲清歌，暂饮樱桃破。罗袖一残音色可，杯身悬背香劳卧。绣床斜屏娇无挪，烂绝红容，笑向弹郎唾。不，哎，这是我们夫妻间的事，怎么能写进诗词呢？王爷。谁说不可啊？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有多恩爱。黄奕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快点，走。虽然这次发生了意外，泄露了身份，但兄弟们总算是平安回来了，有惊无险。反倒是唐国水师，他们损失更多。此次偷袭已经得手，足可以切断江南水师的增援。寿州城这一战，咱们是胜券在握了。大哥，你去郑王府了吗？没有。算了，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。我不会就此罢手，我会再去的。倒是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也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啊，我没有看见你，我怕你在郑王府耽搁久了，所以你去了郑王府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可没去。我去看看兄弟们。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敢向大哥承认？难道我的心也跟大哥一样？我朝损失水师士卒136名，船舰损毁1艘。皇上，臣弟已责成水师营务必对伤亡士卒从优抚恤，以慰家属。另外，据臣实地勘察后发现，昨夜确实有一艘船停靠在岸边，这艘船在事发后即趁着夜色逃回了江北。该艘船只正是载运周朝水师南来骚扰的改装货船。他们从淮北来到江北，又夜袭江南，如此咄咄逼人，实在猖狂。而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遏止。周军已经拿下我江北8州了，难道说他还要侵吞我江北所有的州县吗？冯延鲁不是回来了吗？臣冯延鲁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的奏书朕看过了，你说说，现在江北的形势到底怎么样？皇上，周朝水师不论战舰数量或是兵力，都远远不如我朝水师。昨夜仅是一突发事件，
周军意在打击我军士气，其用意至为明显。请皇上宽心。这个朕知道，周国的水师不如我们，但是他们的陆上兵力比我们要强大得多。你的奏章上说，赵匡胤提议休兵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不敢有所隐瞒，滁州一役，臣落入赵匡胤之手，臣本求一死，以报朝廷。唯思及我大唐千秋万载之国祚，黎民百姓之福祉，臣不得已苟延而活。说重要的。是。周朝皇帝柴荣第2次御驾亲征，为的就是寿州。皇上，赵匡胤兵精将勇，寿州城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赵匡胤要臣回来面呈皇上，请皇上派人去协谈。协谈？他要朕割让寿州？只怕周朝廷要的更多。哼！岂有此理！你这贪生怕死的小人！皇上，周朝廷要协谈，臣去谈。不，皇上，孙大人虽刚正不阿，但对于协谈并非适当的人选。臣建议由李德明和钟模为协谈使者。冯彦鲁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李德明和钟模这2个人平时只会油嘴滑舌，碰到正经事连句话也说不上口，能让他们去谈这种重要的事情吗？你是何居心？朝中这么多人，为什么非要举荐他们2人？莫非颜鲁有他在江北的考虑？皇上，臣提议应该委派孙胜大人和王重志大人为协谈使臣，这才是最佳人选。不，皇上，臣与赵匡胤接触过，知道谁最合适。哼，你是准备把我大唐给卖了？你胡说！别吵了。景绥，你的看法呢？皇上，孙大人确实可以作为使臣，不过，臣弟认为，冯延鲁和赵匡胤曾经有过接触，那么，他应当更加清楚这其中的蹊跷。所以，臣弟愿意接纳冯延鲁大人的意见。冯延巳，你说呢？启禀皇上，只要我方立下协谈底线，派谁为使臣，臣没有意见。那就你旨吧。传朕旨意，给钟模、李德明2人，让他们转到滁州去协谈吧。臣遵旨。大周国定国节度使、殿前指挥使赵大人到。唐国使臣李德明见过节度使大人。2位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2位大人不记得这个地方了吗？不记得当年在滁州码头我误上过你们的贼船吗？大人呐！想不到当年的混小子，如今竟是周军的大将。怪不得冯延鲁要强行推荐我们2人来。想起来了是吧？你们用不着怪冯延鲁，是我让他要你们2人来的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那就是要给你们唐国修好。回答我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啊？愿意呀，愿意。当初只怪我们有眼无珠，还望大人海涵呐。唐国使臣周模叩见大周皇帝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并进呈金器100件，银器500件，增棉200匹，请陛下笑纳。朕听说，你等是前来乞和的。
关注我！你们敢把我关在这儿，我要把你们全杀了！敢把太子关在这里，你们好大胆子！